台湾首位棒球女主审刘伯钧今天获颁国际奥会2019年国际妇女与讲座，为台湾第一人。刘伯钧判3振性别歧视，并以继续投身服务为使命。国际奥会与联合国妇女全能署 UN Women 合作，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第63次会议中举行2019年国际妇女与讲座颁奖典礼，刘伯钧成为台湾首名获奖者，为她在女性的贡献发展上更添肯定。大学时选择读社工系的刘伯钧曾说过，帮助别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，而他自高中就开启对棒球的热爱，对于这项的坚持，更帮助他撑过许多不平等的对待。身为台湾首位棒球女主审，刘伯钧曾获颁10大杰出女青年、2018年富比士杂志的国际体坛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，也赴美参与国务院的导师计划。除了期盼培训女性员，更提出让边缘的青少年和未成年妈妈参与健全身心。刘伯钧获奖后发表感言提到，要3振性别歧视并不容易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当女性担任领导位置，我们不能只是够好，而是必须更优秀才行。感恩获此殊荣，我将以投身服务为使命。